来看国民党立委鲍昆萁提出全国高速铁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，甲国发会定做是主管机关。也毋过，国发会主委金明显是指出讲，交通建设主管机关是交通部，嘛强调讲现在机制就会当来推动高速铁路的建设，毋免阁特别定特别条例甲基金目来推动。也毋过，那别立委是批评讲，国发会是咧杀责任。为了推动花东交通建设，国民党立委鲍昆萁顶日提出环岛高速铁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，将国发会命定为主管机关。也毋过，国发会书面资料刷写现行机制有够推动高速铁路建设，无需要另立特别条例甲基金推动，引起立委质疑推卸责任。退回吗？还是等到了？委员会审查到了院会去表决，因为我们是审议机关，所以我们还是请交通部，它可以提出它的可行性的研究出来以后，我们再来审议。你就是可以从中来做一个协调者的角色，对不对？因为交通部它所有的专业都在做这件事情，我们国发会真正负责这个交通的只有5个同仁而已，所以这个承担分工是不太一样的。有立委认为，环岛高速铁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有挖一半立委联署，三读通过几率大。也毋过国发会说讲无需要这个条例，敢讲国发会要退回草案。国发会主委姜明显强调，尊重立法院的决议，也支持交通建设。也毋过环岛高铁草案会当依照既有的机制顺序去做。另外，草案中明定环岛高铁建设完成袂当超过10年。国发会回应，10年建设期限真歹实现，应该务实评估。10年之内完成，您觉得合理吗？包括从可行性研究开始到最后完工10年之内，相对于过去的各个计划执行之夜，相对是比较乐观，可能跟实际上的需求可能有比较大的差距。环岛高铁草案敢是会当三读通过，也唔知影，只是草案还未开始推行。敢若是主管机关应该定为交通部，也是国发会已经引起讨论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